今仔继续来到中华新港，这个人家厝火烧厝，这厝边斗真热心，总入去火场要来斗拍火，煞颠倒掉入火窟走袂出来。加在这个厝边原来真有防火知识，伊赶紧甲门窗甲关起来，甲这个浓烟炸离的门的外口等待救援。消防队员嘛顺利甲救出来，人平安无受伤。我担心卡电就卡伊去吧。是你卡啊！你这个冲去，后摆唔好冲去哦，安尼危险。这个66岁黄先生为着甲隔壁拍火，结果家己煞关伫咧火场内底，加在有经靠消防队员救出来。没有人了。昨下晡1点外，中华新港有徛家火烧厝，风真后火烧愈猛，分推车先推抢救，附近的住户拢真着急，因为火场内底阁有人。这个云梯车够高啦，看能不能把人救下来。火灾发生时，住户已经走出来，隔壁黄先生灌水桶，按什么斗相共拍火，因为因的温度伤悬，无度活过去，结果家己煞关伫咧火场4楼，伊赶紧匿伫咧后壁房间关门窗挡白烟，耐心听候救援。加在黄先生无事，隔壁人嘛拢紧来关心伊有安怎无。等袂着我走后壁。你烦恼的，你敢知？拢叫袂去，我加在，大家拢找无，足紧张啊！该名民众也有做到关门阻绝火焰的动作，所以他在后方在衣间的部分顺利获救。虽望是用正确的方式伫咧火场保护家己，不过好心帮忙煞颠倒防救，嘛是真冒险。警消讲，导火所在是伫咧神明厅，敢是电线烧拍电，或者是别的因素，还阁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